明明是一间餐酒馆，但内底服务生却是穿着稻穗服装，加上经典的装饰，还有红色花灯，这种种搭配起来，予人有一种身处伫咧恐怖电影当中的感觉。但安尼不但无造成反效果，颠倒是愈搞怪，愈受到少年人欢迎。很有感觉啊！一进来就是音乐、气氛什么的，都很有在地府的感觉。然后还有服装，然后那边有帽子跟那些扇子什么的。先扮成什么？这应该是黑白无常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就看到什么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拿起来唱。不止店内气氛搞怪，就连伊的菜名也好了真有意思。餐点的名字也很有趣，就是那个炒饭叫那个狗饲料，那个店员讲的时候好像也蛮不好意思的。他说：“来，你们的狗饲料。”因为我们这个碗盘选的比较像狗碗，所以我们就干脆取名叫狗饲料，就是我们的炒饭。它主体就是以绍兴下去做的，还有八皮炖骨，八就是剥皮辣椒，对，所以我们用八皮炖骨来做这一道汤的名字。还有这一道菜非常特别，因为它的吃法是要把菜叶包住里面的菜料，所以我们叫做包去烘干。过去这曾经是婚纱店，因为疫情持续3年外。后前业者无得继续营业，这少业者因为有行销以及创业背景，所以大胆打造出低价风格餐酒馆，目标课程锁定伫咧少年族群。我们就是想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啦。那我相信这在台湾应该是还没有人这样做过。那这整个设计，那包含构思，就是像是我们附近庙宇比较林立。蛮多的，那就是结合庙宇，然后一些这些牛鬼蛇神的东西，然后想说玩玩看，那没想到就是做了之后，回响都还不错。最地府目前有提供餐点以及饮料服务，店内嘛有准备各种酷势装扮，让消费者装神弄鬼，特殊体验造成未少话题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